莫言的《晚熟的人》以12篇中短篇小说串联起了一幅关于人性与社会的广阔画卷。这是莫言自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，标志着他创作生涯的一次重要转型。相比以往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，这部小说即呈现出更加冷静、简洁的叙事方式，同时保留了他一贯深刻的人性洞察力与社会批判意识。这重转型使得《晚熟的人》在保留莫言文学特色的同时，开拓出一条全新的艺术道路。《晚熟的人》将晚熟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，这不仅是对个人生命经验的隐喻，也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思考。莫言以一种冷静而直白的笔触，讲述了成长与成熟的过程，揭示了其中的痛苦、迷茫和意义。他在书中以自我为叙事视角，打破了作者与故事之间的传统界限，使作品既具有个人化的体验，又带有强烈的普遍性。叙事方式的创新与变化，莫言在《晚熟的人》中尝试了不同于以往的叙事手法，这种变化体现在语言、结构和视角上。相较于《红高粱家族》等早期作品中的浓墨重彩和铺陈叙述，本书的语言更趋向于冷静克制，结构更加简洁流畅，少了些繁复，却多了一分深刻。莫言首次将自己写入小说，将莫言这个形象变成一个既真实又虚构的角色。在《晚熟的人》中，他既是故事的参与者，也是观察者和讲述者。这重双重身份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，让作品既保留了真实的质感，又充满了想象的张力。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作品的文本层次更加丰富，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与思想，还能通过这种视角体验作者对文学、社会与自我的反思。此外，莫言对故事结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。在某些篇章中，他采用片段化叙述，通过零散的情节和画面拼接出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在另一些篇章中，他则以线性叙事为主，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。这种多样化的结构设计，使得每一篇故事都独立成章，同时又在主题上形成了内在的呼应。人物塑造的多样性与深度，晚熟的人中人物形象鲜活，各具特色。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，有着各自独特的背景与命运，但都共同经历着晚熟的生命状态。这种状态既可以是一种对成长的迟缓感，也可以是一种对成熟的重新定义。书中的人物形象涵盖了从农村到城市，从传统到现代的多重维度。例如，有的故事聚焦于乡村生活，展现了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与失落，有的则描写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焦虑与孤独。在这些人物的塑造上，莫言延续了一贯的细腻与深刻，不仅关注他们的外在行为，更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莫言通过这些人物形象，表达了对晚熟这一主题的不同理解。有的人在经历生活的挫折后逐渐成熟，但也有人在面对现实的冲击时选择了逃避，甚至迷失。莫言通过这些形象揭示了成长与成熟的多面性，提醒读者不要将其简单化或理想化。主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，晚熟这一主题在《晚熟的人》中被赋予了多重含义，它既是一种个人成长的体验，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象征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莫言通过这一主题表达了对时间、成长与价值的深刻思考。在这部小说集中，成长常常被描绘为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。许多故事中的主人公都经历了迷茫、失败与挣扎，但他们最终都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例如，有的故事讲述了人物如何在失去亲人后重新找到生活的方向，有的则描述了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自我调试与认同。这些情节不仅反映了个人的成长过程，也揭示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与挑战。此外，莫言还在书中探讨了时间的意义。在他的笔下，时间既是推动成长的力量，也是对生命的一种限制。许多故事中的主人公都面临着时间的紧迫感，他们的选择与挣扎不仅是对生活的回应，也是对时间的抗争。这种对时间的思考赋予了晚熟的人一种哲学的深度，使作品的主题更加丰富与深刻。对当代社会的观察与批判，晚熟的人不仅是一部个人化的作品，也是一部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文学作品。莫言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与生活状态的描写，
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多重矛盾与困境。他以冷静的笔触描绘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、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，以及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孤独与迷茫。在某些篇章中，莫言通过幽默与讽刺的方式批判了社会中的一些现象。例如，他在描写某些人物的荒诞行为时，并未直接批判，而是通过细节的刻画让读者自行体会其中的不合理之处。这种批判方式使得作品在深刻之余，又增添了一种轻松与诙谐的氛围。同时，莫言也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。在他的笔下，人性既有美好的一面，也有阴暗的一面。例如，有的故事展现了人类在困境中互相扶持的温情，有的则揭示了人类在利益驱使下的自私与冷漠。这种对人性的多面性描写，使得晚熟的人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警醒意义。文学探索与意义。作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，《晚熟的人》在创作上表现出极大的探索性。莫言在书中尝试了多种叙事方式与主题表达，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他的作品不仅延续了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观察，也在艺术表现上开辟了新的路径。这种探索性不仅体现在语言与结构上，也体现在主题的选择与表达上。莫言通过晚熟这一主题，提出了许多关于时间、成长与价值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不仅是文学的，也是哲学的，能够引发读者对自身与社会的深入思考。同时，晚熟的人也展现了莫言对文学责任的深刻认识。他通过作品表达了对时代与社会的关注，体现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批判与反思工具的重要性。在当代文学中，这种责任感显得尤为重要。晚熟的人不仅是一部反映个人与社会的作品，也是一部关于文学的作品。莫言通过这部小说集探讨了文学的意义与可能性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与思考方式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晚熟的人不仅是莫言个人创作的一次转型，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重要贡献。